Tech Kanto。Snap 舊仔組團搞基金，20個 Snap 前員工夾埋成立 Ghost Angels 基金，專投資社交媒體初創。佢哋話自己創過業，好明新創需要咩支持，而家輪到佢哋幫下一代。班舊仔好有義氣，自己成功咗仲記得幫人，正啊！GitHub Copilot 改計費，開發者鬧爆。Microsoft GitHub Copilot 轉用按 token 收費，開發者好不滿，覺得用多啲 code 就要俾多好多錢，頂唔順。呢個計法真係離譜，寫 code 越多俾越多，邊個頂得順啊？ Meta 秘密研發 AI 頸鏈，據報 Meta 秘密研發一款 AI 頸鏈，帶住嘅智能裝置。消息一出，好多人關注，唔知同元宇宙大計有冇關 ？AI 頸鏈 Meta 真係咩都夠膽試，唔知又搞邊科 ？Microsoft 威脅告你唔好公開漏洞。Microsoft 處理0日漏洞被人鬧爆 ，Nightmare Eclipse 公開對峙 ，Microsoft 威脅法律行動。安全研究員覺得打壓言論自由，公開漏洞都高。Microsoft 呢步行得好辣，安全研究員嬲到爆。Chrome 偷下載 4GB AI 檔案，研究人員發現 Chrome 自動下載 4GB AI 檔案，完全冇問用戶。好彩而家至少有個開關可以刪咗佢，唔問過人就偷下載 4GB。Chrome 真係離譜，好彩仲有得刪。黑客入侵 MyPillow， 網絡犯罪集團聲稱入侵 Mike Lindell 嘅 MyPillow， 勒索軟件組織親身偷資料。Bus Patrol 想將車牌數據交警察，網絡安全越嚟越誇張，黑客仲要親身落手偷資料，網絡安全真係越嚟越癲。訂閱我哋，再見。